轉港鴨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天文台會喺下晝6點20分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風神喺過去幾個鐘繼續向西南方向移動，並且遠離本港，但本港多處仍然吹緊強風。受到風神嘅外圍雨帶同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本港氣温逐步下降緊，夜晚最低得19度。預料稍後天氣會進一步受到季候風主導。天文台會喺下晝6點20分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並且隨即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，海有大浪同湧浪。而喺天文大潮、東北季候風同風神嘅共同影響之下，今晚同未來1-2日，沿岸水位普遍會比正常高大約0.5到1米。喺夜晚潮漲嘅時候，部分沿岸低窪地區可能會水浸。而維多利亞港嘅水位會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